西城，你电脑里有邮件，应该是公司年会的照片。锦溪，你帮我收一下。好。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那串手链果然是他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我很忙的。我想找你求证一件事儿。求证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求证这两个字？我看到神游集团20周年庆典现场的照片。照片儿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你告诉我，说你还没回来呢。可是我在照片里看见你了。我当时确实没有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目的在哪儿？哦，你说的就是这个呀？那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这个人不是我，只是长得像我而已。那这个呢？我的手镯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还给我！这是我在公司门口捡的。你说谎！我根本没有到过公司，一定是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偷走的。苏妍希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偷我的手镯到底要干什么？傅博雅的事儿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贺锦熙，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因